前你所睇到嘅，正係46億年前地球形成嘅全過程。我哋腳下嘅呢粒藍色星球，從來唔係一成不變嘅家園，而係一部寫滿毀滅與重生嘅宏大史詩。好多人一世都喺度思考生命嘅意義，卻從未真正讀懂我哋賴以生存嘅地球，究竟經歷咗點樣驚心動魄嘅演化，先至換嚟如今嘅鳥語花香、萬物共生。地球啱啱誕生嗰陣，根本唔係一個溫暖宜居嘅星球，而係一粒通體熔融、周圍都係岩漿嘅煉獄。46億年前，太陽系嘅原始星雲碎片不斷碰撞、吸積、聚合，無數小行星不停咁撞擊原始地球，巨大嘅動能全部轉化成無盡嘅熱能，令到成粒星球徹底化為熔融狀態。呢個亦都係好多人諗唔明嘅核心問題，點解地球入邊到依家都仲有咁高溫度？咁答案就藏喺誕生嗰陣呢一場創世浩劫入邊。原始撞擊嘅內熱、元素衰變嘅核能，全部鎖喺地球入邊，撐住板塊運動、火山活動，塑造咗地球幾十億年嘅地貌格局。誕生之後嘅5億年，叫做地球嘅冥古宙。呢個係地球史上最黑暗、最狂暴嘅年代。冇大氣保護，冇一滴水，無盡嘅隕石雨日夜轟炸地表，月球都係喺呢一個時期誕生。學界一直爭議不斷嘅月球起源假說，最靠譜嘅大碰撞理論就係發生喺呢個時候。一粒火星咁大嘅天體梯伊亞撞向原始地球，撞擊拋出去嘅海量碎屑環繞住地球，慢慢聚合就形成咗月球。呢場撞擊徹底改變咗地球自轉嘅傾角，為之後嘅4季更替、氣候穩定埋下咗關鍵嘅伏筆，亦都係地球可以孕育生命嘅核心前提。41億年前，地球迎嚟一個關鍵轉折。原始大氣慢慢成型，水汽開始凝結，持續千萬年嘅超級大雨填補咗地表嘅低窪位，地球第一片原始海洋就咁樣誕生咗。好多人都好疑惑，生命到底係起源於陸地定係海洋？目前所有地質證據都指向原始深海熱泉口。冇陽光、冇氧氣嘅深海，靠住地熱同化學反應，誕生咗地球第一批單細胞生命。呢個亦都係顛覆大眾認知嘅關鍵點。生命嘅誕生唔係靠陽光雨露，而係靠地球內部源源不斷嘅能量去滋養。接落嚟嘅20億年，地球進入漫長嘅靜脈演化期，簡單微生物獨佔成粒星球。25億年前，一場改變地球命運嘅大氧化事件突然間爆發，藍藻透過光合作用瘋狂釋放氧氣，徹底改寫咗原始大氣嘅成分。呢場演化睇落好溫和，實際上係地球史上最殘酷嘅生物大滅絕，幾乎消滅咗地球所有原始生命。但正正係呢場殘酷嘅淘汰，為之後複雜生命嘅誕生掃清咗所有障礙。12億年前，地球迎嚟超大陸聚合同分裂嘅循環，地殼運動越嚟越活躍，海洋生態不停咁迭代，直到5.4億年前，寒武紀生命大爆發驚豔登場。短短幾千萬年，海洋入邊突然之間湧現出甲殼類、軟體類、節肢動物等海量複雜生命。到依家，寒武紀生命爆發依然係科學界完全破解唔到嘅謎題，冇任何漸進演化嘅化石過渡，複雜生命就好似憑空出現咁，成為地球演化史上最大嘅未解之謎之一。之後嘅幾億年，地球一直都係喺毀滅同重生之間循環。4.4億年前，奧陶紀大滅絕，冰川凍結咗海洋，8成海洋生物消亡。3.6億年前，泥盆紀滅絕，海底缺氧事件抹殺咗9成海洋生命。2.5億年前，二疊紀大滅絕，火山噴發、溫室效應疊加埋一齊，直接終結咗96%嘅地球物種。呢個係地球史上最徹底嘅一次生命洗牌。每次滅絕都意味住重生，殘存嘅生命不停咁進化迭代，陸地植物、兩棲動物、爬行動物先後登場，地球徹底告別咗荒蕪。2億年前，恐龍時代正式拉開序幕，呢一片土地俾巨型生物統治咗成1.6億年。好多人都感嘆，恐龍統治地球億萬年都演化唔出文明。6600萬年前，一粒直徑10公里嘅小行星撞擊地球，終結咗恐龍王朝，為哺乳動物嘅崛起騰出生存空間。如果冇呢一場天外撞擊，人類可能永遠都冇機會登場。短短幾百萬年，人類從叢林果園一步步進化，學會咗直立行走，使用工具，創造文明。
縱觀地球46億年嘅漫長歲月，人類文明嘅幾千年時光，只不過係轉眼即逝嘅一瞬間。我哋係從星塵中行出嚟，經歷過地獄火海，捱過咗冰河世紀，每一次死裏逃生，先換嚟而家你我企喺呢度嘅概率。如果將地球史當成一部電影，我哋啱啱好趕上咗結局前最精彩嘅嗰一段。下一次地球嘅演化劇變會喺幾時到嚟？我哋又能唔能夠喺呢個漫長嘅星際長河入邊留低屬於自己嘅坐標呢？呢一個問題可能比我哋追尋嘅任何答案都更加沉重。